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哦。我会祝福大家就是安尼款，因咱三教今仔日拜香了，大家本爱有较有礼貌淡薄哦。若拜神吼，我你讲少年较是中年啊，本就是较规的。神明是尊哦，咱就爱尊伊。神明是天公的交代，咱大家就是较规的。咱的这疗效的这个拜神的吼，拜香的吼，是真无礼貌真多咧。安尼会迄个安尼甲客了安尼尔吼，真无意思吼。实在本来跪一个头就点点的，因为咱天都爱跪，神本都爱跪，对无？唔通讲水过乱跪啦吼，卖有真正长辈的吼，咱才甲跪，对无？若是讲无长辈咱甲跪吼，伊会切好受。但是阮的师父是讲安尼款的吼。当然咱大家来评论来讲吼，咱一个人吼，当今是电脑时代，对无？电脑时代，你若是讲相信科学吼，是真无情的人呀，真无相信这款物件了嘞，真无相信天地神明，伊无相信，这就讲叫有读科学的人，伊拢总无稳啦。伊是较现实的看法的，伊无温情的，若是读到科学，敢若讲真关于科学哦，伊无温情的，伊拢总就无相信。阴间地狱就无相信，天顶搁免搁讲，神佛搁较免讲。他就讲，这个科学吼，对神来讲吼，一个科学就相信神吼。若是诚实去了科学研究，全部无相信。咱若讲无去相信科学吼，有当时会痴迷到底有好也有唔好啦吼。实在讲起来，本来爱一半一半啦，莫全部。敢若讲靠去科学的吼，若是我吼你科学来研究的吼，你无法研究真多咧。譬如咧一个人，我有经验过，我做几十年，我经验过，救人是真多。有一个有心的人，已经有40几号大心，都无有水镜摇袂出来。顶摆咱这个疗效有一个螺丝丸，你听无？这个吼，不是真正欠药镜的人，伊的西药真厉害，会开刀的。但是这个妇女吼，这个有心才光入欠费欠300cc的费去找费，找费来天用这是排药剂啦，这囡仔排药剂要开刀也就爱欠费安尼。但是伊的朋友去找我啦，讲我这个人安尼重要，特别我是一个。换新界人，我就开壶互伊啦。这张壶一个到所在啉落去了时，少囡仔才出事这是差拄较，毋敢是讲咱的壶龄厉害咧。但是我咧看这叫做药水镜壶，无讲互你讲笑的。若是有，伊就真紧就化出来了。这个老君吼，伊无相信安尼物件，假我这个壶去研究你了，因为这个一张。纸烧去尔，米袋伊会安尼紧，非常腼腆，囡仔说拄去半路才出事，伊要拄别间半路才出事，讲这个有奇迹奇迹出现了，奇迹出现，这就是讲未神了咯，冇有奇啦。若是科学冇讲奇迹咧，无讲的已经差拄样。但是我你讲，我是信者人，我就讲有影差像安尼代志都是讲。咱这个华人吼，有当时吼，伊有一半相信的人来讲伊会去讨符，有真了重要，伊就叫神明来解围啦。有当时解会过啦，有当时解袂过，无100%会过的，一部门啦吼。但是我咧讲呢，咱一个人，咱当然讲袂信，咱若较有善良的吼，你讨符过较紧过你知影无？但是咱较无善良的。咱甲讨100张无用的，因咱无善良，咱决定是业障真重，你讲有若业障轻的人，伊讨符伊会解化真多，伊会甲度化真遐多所以当今咱来讲这个世间人真趣味若讲药水镜，
囡仔若是講咪帶下我囡仔會生出來歪歪咧，這個有一條問題。那顧客講話都是有問題啦，出事就問題啦，人嘅手歪歪，腳歪歪，頭歪歪個，有啲出事有問題，這個原本做成囡仔時陣就變安尼了，就不到咧變安尼啊。但是如果嚟講看，這囡仔就無手就無倒啊，生出來就變安尼啊，變袂講話安尼。但是若是咱先家講嘅吼，這個是叫業你是大人業重哦，這個囡仔業重，你以後你出事嘅這是安尼款。咱也袂先講嘅，哎呦，你較早無做好功德吼，無善良哦，你會得的就是歹嘅真多。如果你若是善良真好嘅吼，好嘅安尼叫做講好心啦，你袂得到這款物件，你唔能怪，這是你嘅命，你嘅命是你家己做落來的。你早時前時要做什麼，甲這時要做什麼，我唔知影。你兩個夫妻你想的，那這時你想有，前時你想無，咱袂信就是講安尼咯。你講安怎伊變成一個不頭往嘅囡仔，有安尼代志。囡仔若是講評論我講哦，咱袂信嘅人哦，最好夫妻哦，做較善良淡薄，消業做最較好。後擺咱生出來囡仔哦，本來較聰明咧，無安怎誒，功德嘅破龍種，貪雷會互囡仔招生，對無？所以講恁著愛注意，我講嘅話吼，恁是個聽較清楚淡薄，少年中年吼。我愛大家好哦，咱這個三教裡面吼，真多雕像你知影無？這個拜香這真多雕像，生癌啦，生什麼大項都生着的。若是我看有一半是因果報應來的，一半是食物件丟啊。所以兩項咱就愛較注意。咱這個功德事，咱就愛插淡薄哦。食物件本小心你若是功德事。差不多真正順利，評論裡有機會人真正順利。你唔免驚講你會中毒什麼血壓什麼。若是我咧講，袂你有注意袂啊？如果咱一個人咱也無夠善良，咱物件佫亂食哇，胃口咯吼，胃口就來了，因為咱破袂過要叫誰來救就無人來救咱老君來救咱，伊好無你。較當邊趁較濟鐳啦，咱別講，當個老君無伊得個咧，擺去個真大個鐳咧，毋是小塊，若無鐳人是歪去了啦，若有鐳人過較得，一般人本就袂好。嚟講你有鐳真鐳咧，有可能你將這個加好一個醫咯，毋知要癌症，較是要中風，什麼號叫有，要換藥劑，什麼叫有，所以講當然莫講遮濟，咱大家人來消業作罪。消業作罪在經廟本來啦，唔是講如果不等咧，在咱兜在經廟就不等嘅下啦，功德咱要做有36款，但是就愛點點咧。若講農曆袂使講，即個30有影嘅代志你知影？做功德袂使講，添油袂使講，即有影。功德在人心，特別咱有專心去做得會到，咱無專心去做無彩鐳吼。得袂到，咱就開始講無才得袂到誒。你今日若是講做功德大吼，無偌久你會趁到比伊較大，無論幫忙一個人點點有一日，咱會發咱會這個德行得袂到吼，功德得袂到，咱會囝大漢本會過咧，本會互咱會囝，毋通講咱無做功德，囡仔真無本錢吼。也無功德本吼，咱鐳雖然互伊咱有鐳咱有趁但是功德本咱無去做這鐳真緊就完去甲你毀去這個叫做講，毋是功德鐳咱若講善良者做，開袂完。你若有這善良的心吼，有做好事閣真有良知，你鐳開袂完雖然是無做，但是開袂完。這個課，這個來，這課，這來，這課，這種種嘅真正順利，伊個開袂完嘅鐳，但是毋是補方咧，補方嗰個另外一條問題咯。補方是講伊個整事大來福報真大，見做見成，這事閣做咯，閣較好，伊會加好
伊嘅財礦家己有顧，財礦若是講無去顧，無去買扣有鐳呢，伊會坑去所以講當然恁要聽我講幾句導言互恁聽，我希望大家行好路，行好路袂跋倒，歹路就是屁屁路，但是咱若彎路歹路真緊咧，安尼說兩個真緊就賺大鐳，但是你鐳不積意嘅鐳不積意嘅鐳咱唔通啦吼，咱就摕正會正路嘅鐳，安尼嘛都較實在吼。各位咧，我真係勸少年嘅，少年人是迄本聽袂着咧，千萬唔通行歹路，即句話就好了。財神真多咧看咧顧股派迄誠多金錢有78仙，若無道理嘅人去用去用派所以咱嘅天神，這財神真大，會共收鐳，會放鐳嘅。各位感恩。我真愛勸大家啦希望大家聽會到，少年的聽會到，我真歡喜，善哉。